40萬起輕鬆做業主，仲要係輕計上蓋物業啊！喺呢度18分鐘可以去到廣州南下，30分鐘去到珠海嘅拱北。呢度咧就係海雅繽紛城啦。樓下一個商業體喺呢個月嘅19號即將開業啊！屆時會成為整個中山北最大嘅商業體啊！今日睇呢一套咧係85方嘅精裝單位嚇，橫廳設計。呢度係廚房位 ，L 類型嘅廚房，仲配咗一個雙門嘅冰箱位。當然其實通天然氣㗎嚇，明火煮食。咁呢邊咧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所見即所得。客房放1.5米床，大衣櫃3面落床，仲大飄窗嚇。主人房屬於一個頭間嘅設計啦。一入到嚟，首先第一個係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再行前啲咧就係我哋房間擺床嘅位置啦。現時咧就擺咗個1.8米床嘅，咁有飄窗啦、床頭櫃啦、衣櫃啦，前面仲放咗個電視櫃啊，活動空間相當闊嘅。而家話緊40萬起，輕鬆做業主啦！各位街坊，而家開發商仲搞活動啊，送車位使用權、送家電啊！有興趣嘅街坊歡迎WhatsApp我過嚟實地考察，了解更詳細資訊啦！